是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香港一直以嚟都有引入非本地醫生嘅，喺1990年到而家就已經有超過3000個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嚟咗香港。而非本地醫生嚟香港咧有兩個辦法，第一種咧就係嚟香港考醫委會嘅執業試，第二種方法咧就由2021年開始可以通過醫委會嘅審批，唔使考試。如果嗰個人已經係醫生，喺佢本身嘅國家已經執業，而且有充足嘅實戰經驗，佢哋可以通過特別註冊或者有限度註冊嘅身份喺香港行醫，做翻佢哋本身嘅專業，即係佢喺原本個國家係心臟科醫生嘅話咧，嚟到香港就做翻心臟科醫生。換言之，香港一路都有免執業試招攬非本地醫生，所以我哋今日討論免試嘅範圍就係免執業試。眾所周知，香港嘅現況係極之缺乏醫生，醫患比例係每1000人有2.1個醫生，比唔上發達國家，例如澳洲1000個人有4.2個醫生嘅水平。我哋一個發達地區嘅急症室係會荒謬到發生等睇症等到死嘅事情。喺2023年啦，一名女士叫做阿鐘，喺東區醫院嘅急症室發住燒，通宵等咗12個鐘，最後發現倒斃咗喺急症室嘅廁所入面。所以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係香港可唔可以把關到醫生質素嘅同時，增加到醫生。我方正立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減少行政程序，提高引入非本地醫生嘅效率，甚至可以主動招聘佢哋。而家非本地醫生想喺香港行醫嘅第一種方法就係考執業試，但係個執業試係不必要地難嘅，因為執業試嘅內容又專，範圍又廣，無啦楞嘅專科，例如心臟科、骨科、婦產科都要識得好深入，唔合理地令到個執業試嘅難度及得上專科試。試諗下，一個海外經驗老道嘅心臟科醫生嚟香港考呢個試，佢要面對一啲同心臟科唔關事嘅科，可能係骨科嘅試題，考都算啦，仲要考得深入。但係我哋請佢翻嚟，其實都只係做心臟科醫生，咁考佢骨科嘅嘢做咩呢？所以呢個執業試只會攔住有啲有經驗嘅海外醫生。更何況佢本身已經喺當地考咗執業試，係一個如假包換嘅心臟科醫生，點解要去考多次執業試呢？其實非本地醫生就算免試，都已經滿足晒必要嘅學術需求，所以實習先至係個有效途徑去做把關，去確保個醫生有能力。第二，舒緩人手短缺問題。而家經免試嘅非本地醫生，由2021年到而家，短短4年就已經有唔錯嘅成效，有280個非本地醫生係經免試嘅方式嚟香港，而佢哋經免試就要以實習嘅身份喺公營醫院度做5至10年嘅住院醫生。因為以前考完個執業試，啲非本地醫生有正式註冊嘅身份，只需要留喺公營醫院度做1年，就可以離開公營體系咁去開診所，或者去加入私營醫院。相比之下，通過免試嘅非本地醫生就要喺公營醫院度做5至10年，因為香港嘅醫療體系係極度依賴公營醫院嘅，公營醫院係個重災區，所以將啲非本地醫生綁喺個公營醫院度，就可以舒緩到醫療壓力。所以最後想問有方，如果而家取消免試途徑，就等於連嗰280個經免試嘅非本地醫生都唔要，咁有方會想喺邊度填補呢個缺口呢？多謝大家。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3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行在前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簡單總結，有方4分鐘發言，因為人手不足，所以想引入高質素嘅海外醫生彌補空缺。咁想問有方，免試點樣知道佢哋嘅水平呢？我方唔反對要增加人手但不論以咩方法都好，質素係一切嘅前提。當免試制度執行之後，就會失去質素保證。另外有方都話到而家嘅醫生人手唔足夠啦，咁我哋究竟要幾多先解決到呢個人手不足嘅問題呢？又有幾多醫生係為咗有方話有280個醫生係因為免試，所以通過免試嚟香港啦。咁但係當中有幾多個係因為唔使考試，所以先嚟到香港呢？所以究竟免試佢嘅成效又究竟係幾多呢？
政府為舒緩醫生人手短缺，喺21年開始引入海外醫生，只要該名醫生喺海外註冊咗，就能夠豁免執業試，直接喺香港進入公營體系成為全職醫生。免去嘅執業試作用卻非常重要。根據醫委會舉辦執業試嘅原意係確保有意喺香港註冊嘅海外醫生能夠具備與本地醫科畢業生同等嘅專業水平。考試內容分為3部分。專業知識、醫學英語以及臨床考試，就連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黃立記醫生都指，透過嚴格考試，確保考生對香港疾病嘅認識，令醫護人員能夠喺專業操守同技術水準方面維持高水平，保持香港一貫嘅醫療質素。而衡量辯題理應審視免試引入非本地醫生會否降低香港醫療系統質素。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2：1、缺乏註冊基本門檻，醫生質素難以保證。海外嘅常見疾病各有不同，所以診症方向都會不同。就如澳洲回流醫生張惠樂表示，肺癆患者嘅症狀喺外國會被懷疑係血癌而非肺癆，可見當症狀相似嘅時候，醫生會傾向以佢慣用嘅診斷模式去斷症，喺香港判症容易造成誤診。而執業試作為香港註冊醫生嘅基本門檻，考核嘅正係香港行醫嘅知識，所以英國回港嘅譚學謙醫生都指出，香港執業試會有英國醫學試唔會考嘅問題，例如海外少見嘅沙士病毒，而免除咗執業試將無法檢核海外醫生有冇喺香港行醫嘅能力，醫療質素亦會無法保證。2、海外醫生難以適應本地醫療體系，增加本地醫護壓力。香港醫療體系執業要求係英文，但唔係各地嘅執業要求都係英文，所以以中國內地嘅醫科生為例，佢哋執業語言係用中文。當佢哋平時唔係用英文，佢哋嘅英語水平可能會無法達到香港醫療體系嘅要求。而2015年醫委會秘書處執業資格試英語技能水平測試結果顯示，內地考生合格率只有52%，接近半數不獲合格，反映佢哋嘅英文能力水平不足。可見醫學英語試正可以確保到海外醫生具備香港行醫所需嘅專業英文，而當免試實行之後，英文能力唔達標嘅醫生同樣可以來港執業，就會容易因為溝通阻礙出現醫療事故。就例如英國有海外醫生因為語言不通，開咗10倍嗎啡俾病人，導致病人死亡。而如果公營醫療想要避免以上嘅問題風險，其他資深醫生就需要額外花大量嘅時間去確認免試海外醫生對於病情嘅情況有冇誤解，增加佢哋嘅工作負擔。最後想問有方唔考執業試點樣確保嚟自唔同體系嘅海外醫生一定適合香港醫療體系呢？多謝各位。校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鐘，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副辯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行計時至2。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先講下咧，今日有方同學最質疑嘅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一個面試嘅醫生，佢嚟到香港嘅門檻究竟有幾高呢？咁其實咧，先唔講特別註冊醫生啦，我哋先講有限度註冊醫生。我哋咧係要求咧，佢需要取得資格後已經有足夠同埋相關嘅全職臨床經驗㗎。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希望咧，我哋嘅醫生入嚟之後咧，可以咧，有更加快嘅速度咁去投入呢個公營醫療體系咧，去幫助翻香港醫療人手短缺嘅問題嘅。而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就係擔心咗呢一個基本適應醫療體系嘅問題啦。咁其實今日希望有方同學明白，我哋從來都唔反對考試嘅。畢竟一個咧試由1996年沿用至今，一定有佢嘅價值。而今日我哋要討論嘅咧，唔係呢一個試嘅重要性，而係喺多咗面試途徑之後咧，點樣先至可以對香港社會會有更加好嘅幫助。咁啱啱其實聽完有方同學嘅論述咧，發現今日咧其實唔係反對考試，只係擔心咧。唔係反對面試，只係擔心咧嗰一啲面試入嚟嘅醫生咧，究竟佢嘅質素達唔達標？
例如咧，啱啱有訪同學講嘅內地醫生咧唔適應香港醫療體系嘅問題啦。咁其實咧，首先我哋本身咧喺篩選名單嘅時候咧，係有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咧係有講到納入名單嘅內地院校課程咧，大部分都係以中英文雙語教授嘅，而部分更加係英語教學，去保證翻咧其實咧佢哋對於醫學上面嘅專有名詞咧係有一定嘅英文認識。而同埋咧，有班同學今日擔心嘅只係語言，而唔係一個考試嘅問題。其實可能我哋只要再調整下我哋嘅門檻啦，我哋去篩選多啲係用英文授課，令到佢知道佢哋嘅英文知識係可以適應香港醫療水平嘅學校，咁就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啦。而我哋嘅實習時間咧，亦都係比香港本地醫科生長，亦都能夠幫助咧嗰一啲非本地醫生喺香港嘅時候能夠更加好適應嘅。咁總括而言咧，今日有方同學對於面試嘅一切擔憂都係同免除執業試本身冇直接關係嘅。而香港目前嘅醫科執業資格試咧，唔單止廣闊深，對非本地醫生更加存有唔公平嘅針對性。第一，醫委會以難度與本港兩所大學醫科考試一致為由，其實係拒絕披露歷屆試題同埋相關嘅考試資料㗎。換言之，一個唔係喺香港讀醫嘅非本地醫生根本就冇準備考試嘅方法，難度當然就高啦。第二，香港考生考呢一個執業試咧，其實係分開10幾份卷考嘅，教到邊就考到邊。而非本地醫生咧，唔單止要一次過考本地醫科生5年幾十本書嘅內容，一個專科醫生甚至要面對佢執業嘅時候冇必要嘅知識。一個係心臟科嘅專科權威醫生，佢依然要考骨科、腦科嘅知識，根本就唔合理。我哋亦都唔會要求你一個心臟科嘅專科醫生識得幫個腦去做手術。第三，執業資格試1年只係考2次，即係如果非本地醫生咧喺第1、2部分失手，就需要再等一段長時間先至可以再代表。咁所以咧係非常之唔合理，同埋會耗費好多嘅時間嘅。咁最後咧，我想問有方同學，如果冇面試嘅時候，香港有啲咩方法可以主動招攬非本地嘅醫生咧？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時間為3分12秒，每個字無需扣分。再正反方第一副辯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澄清向嘅時用示意。試咪。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我今日有方一直話我哋唔需要考試，其實考試到嚟講冇必要。咁但係其實今日我方最需要嘅係乜嘢咧？就係一個合格可以衡量嘅一個篩選準則啊嘛。咁今日有方佢嗰啲實習講嘅嗰啲臨床實證，有方要解釋點解嗰一啲係可以做到一個統一嘅考試標統一嘅考核標準去幫我哋確認嗰啲醫生係咪真係適合嚟香港？咁所以咧，今日有方最大疑問咧，就係究竟專科醫生考執業試有冇用？用翻有方今日轉變嘅例子啊，心臟病醫生為例，今日好似有病人問我啦，我發燒頭痛關唔關心臟事㗎？咁醫生起碼都要知道，原來嗰啲未必關心臟事，我可以轉介你去其他部門度。咁呢一個咧就係香港執業考試要考嘅內容，就係考。你喺香港醫療系統度，你知唔知點樣轉介病人？知唔知呢一個病係屬於乜嘢嘅科？咁所以今日醫生係咪要有基本嘅認知先可以做到呢啲嘢咧？係，咁所以要執業試。咁所以咧簡單歸納有方嘅立場咧，其實今日有方立場就係咧想透過降低海外醫生嘅標準嚟增加醫生嘅數字，因為咧有方都唔否認嘅，有方都自己講話香港執業試係好難，咁所以有方都同意執業試有篩選作用，就好似未面試1、2至16年之間啦，齋講專業試，內地醫生合格率得1至2成，英國都得大約5成左右，就好似我方啱啱主辯都講啦，有5成嘅內地生考英文試係唔合格嘅情況下，今日有方落面試，俾晒佢哋入嚟，香港係咪醫療壓力反而更加大，反而更加多時間係需要去溝通，去重新令到佢適應。咁所以咧，今日如果有方真係面試降低咗門檻之後，針對海外醫生嘅質素咧，有方有3個問題要解釋。第一個問題，海外醫生係咪必然有經驗咧？因為有方話吸引海外醫生咧，就等於吸引有經驗嘅醫生。但原來成個海外醫生嘅註冊制度都冇保證過入嚟嘅香港醫生係做完實習做咗1、2年就入嚟啊，定係做咗10年、20年先入嚟？咁所以咧，有經驗係有方嘅假設。如果我哋要知道係咪真係有經驗，有方交個實際數字，有幾多人係有好多臨床經驗啦？去到第二個問題，今日有方話香港佢哋唔需要 set 啲香港風土病嘅知識，就嚟登記業咁樣。
因為登革熱亞熱帶地區先有，香港會考會讀，但係英國唔會，澳洲都唔會。咁今日以有方如果今日有方想像係一個醫療系統，如果個醫生同你講我唔知乜嘢登革熱喎，咁樣對於病人係咪好事？對於醫療質素係咪有保證？所以仲有一個問題。香港對於海外醫生能唔能夠冇標準呢？因為有方評論其實最大問題就係放任所有註冊方式唔同嘅醫生入嚟香港，好似印度註冊唔使考試，中國可以唔考英文，澳洲可以唔使實習，而標準唔一致咧，質素就會參差，時間一拉長，事故都好容易會出事。咁所以咧，有請有方下一個辯委解釋啊。當今日我方主編都講過英國10倍嗎啡嘅例子，同樣免試都會有醫療事故，點解免試嚟到香港嘅時候就唔會出現醫療事故咧？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冇過時無需扣分。接着有請正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示意。是嗎？在座大家好，其實今日有方咧完全所講嘅嗰啲咩海外醫生唔識英文啊、唔識風土病嘅嗰啲弊處咧，通通都只係得個吉嘅啫。點解啊？因為佢完全冇用過任何例子去支撐咯。你講嗰10倍嗎啡嘅醫療事故事件係指緊係本地嘅醫科實習生，即係本地醫科生啦。咁佢即係按你意思就係你覺得依家有醫療事故嘅出現，咁就所以唔需要實習醫生啦，唔需要有醫生嘅引入啦。咁係咪全部交晒俾劈晒俾有海外嘅醫生做，有啲經驗嘅醫生去做就已經足夠咧？唔需要有新血入嚟㗎，所以根本就係唔合理咯。所以今日所有方由頭到尾咧，唔係反對緊免試，只係覺得免試嘅機制咧唔夠嚴謹，所以想保障唔到質素。好，首先睇免試嘅質素啦。今日有方覺得咧就係啲考試一定要有一個篩選嘅基準，但係唔係喎？點解我要免佢嘅執業試啊？因為人哋喺外國已經考咗執業試，咁佢喺香港咪唔使考咯？人哋已經係成為咗一個註冊嘅醫生嘅時候，點解你要逼佢哋喺香港要再考多次試？你咁係咪玩佢先？咁所以今日見到我方嘅例子，見到有好多專科嘅醫生、有權威嘅醫生都嚟咗香港，就係因為佢哋係權威嘅醫生咯。點解要再嚟香港考多次試咧？就例如啦，我方見到喺今年上半年收咗9個嘅專科醫生啦，咁就包括有內地嘅呼吸道科嘅醫生啦，叫唐甜甜嘅時候，佢就有一個好多經驗嘅，佢有5年嘅經驗嘅專科醫生嘅歷史嘅時候，咁點解呢啲人要逼到佢考多次一個完全係一個基本門檻嘅知識嘅試咧？所以根本完全係唔合理咯。所以今日你覺得啦，考完呢個試咧，就係個試咧會考一啲關於香港本地風土病嘅嘢，例如啦，跟登革熱啊、肺癆啊、沙士。咁點解你會覺得點解呢啲病係一定佢哋會掌握唔到先？一啲呼吸科、內科嘅海外醫生掌握到咧？同埋加上啦，你講嘅嗰啲咩亞熱帶地區啊嗰啲科嘅登革熱啊嗰啲，咁唔係所有海外醫生都唔識呢類型嘅病噶嘛？我有唔同地方嘅海外醫生，例如啊新加坡、馬來西亞、內地呢啲又識唔識呢啲病咧？識咯。咁所以你今日嘅擔心係完全唔需要喎。同埋我請佢翻嚟，我唔係想佢睇風土病噶嘛，我係請佢翻嚟做一啲高難度嘅手術嘅時候，咁就算真係唔識啦，咁咪學咯，有乜問題啫？點解一定要喺書本上就一定要逼佢考個試先？好啦。所以今日第二個擔心就係咧，擔心呢個試咧考唔到班內地醫生嘅英文程度啦。咁今日見到啦，有母語係英文嘅海外醫生喎，例如美國、英國呢啲等等醫生，咁啊佢哋係咪唔識英文咧？唔係咯，所以今日見到唔係全部海外醫生都等同於唔識英文，同埋更甚啦，內地醫生唔代表唔識英文喎。你自己都識講啦，啲試啊有30%嘅合格率，咁真係有人合格咯。所以內地人唔能夠畫上一個等於佢係唔識英文咯。所以今日見到你嘅擔心就係完全係不必要嘅時候啦。今日見到原來更甚嘅就係香港醫管局佢規定咗咧，佢劃入咗嘅資格醫學院嘅嗰度咧，點解會有啲內地醫生係會獲資格咧？就因為佢見到內地大學嘅醫學院咧，唔少藥名同專有名詞都係用英文嘅時候，咪就係講緊香港同內地嘅醫科醫院都可以類比嘅時候，咪得咯。多謝大家。正方二副所用時間為3分10秒，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二副辯，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準備好請先向計時示意。試咪 ，OK， 試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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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咪。 OK，
評判在位，大家好。嗱，今日有方立場好矛盾嘅，有方主編出嚟同我哋講考試好嚴，啲人唔夠勁，考唔到；另一方面又話啲人好勁㗎啦，過到嚟就咩都解決到。咁面試海外醫生到底勁唔勁呢？答案係唔透過考試唔知道，所以有方義父都退略話過到嚟可以學。但原來今日有方擔心嘅門檻呢，並沒有太高嘅問題㗎喎，因為點解呢？因為啲海外醫生係可以連續考5次，加上臨床經驗試又可以用3文2語去考嘅時候，本地醫生都冇呢個優惠。咁喺有咁大優惠嘅情況都考唔過嘅時候，佢哋仲適唔適合過嚟香港做醫生嘅標準呢？咁所以嚟到義父嘅位置啦，就跳落有方立場逐一拆解。第一，標準，有方頭話要醫療要把關，但佢哋嘅做法係啲乜嘢呢？係要放寬標準。點解面試真係要放寬標準呢？嗱，原來我哋睇翻2018年醫委會嘅報告顯示嘅數據，可以睇得出當年嘅專業資格試117人研考入面得40人合格。換言之，如果做咗面試嘅話，即係剩低嗰唔合格嘅77個人都要入埋嚟。咁放寬咗呢個標準嘅時候，到底仲適唔適合嚟香港做醫生咧？答案係唔得。咁所以有方放棄質素嚟換取數量呢一點成立咗。咁所以我哋再嚟睇第二持份者啦。有方嘅面試咧係想幫助公營醫療去消化病人。咁我哋就嚟睇下面試到底幫唔幫到呢班病人。所以今日當一個有皮膚腫脹、咳嗽、發燒嘅患者嚟求診嘅時候，一個由內陸地區已經冇考過執業資格試嘅醫生，可能就會將佢診斷為流感或者腦膜炎。但一個本地嘅醫生，正正係因為熟悉香港嘅情況，可以根據近期嘅天氣變化，喺門診嘅時候詳細問下啲病人會唔會係颱風之後先出現呢個症狀啊？有冇去過郊外等等，從而診斷出佢有可能係亞熱帶地區常見嘅類鼻疽。而類鼻疽如果唔診或者唔診治嘅話，講緊可能係會引發敗血病甚或死亡。正正係因為兩地醫生嘅培訓環境唔同，考核內容唔同，診斷嘅結果都會有所不同嘅時候，今日一個海外醫生冇經過本地培訓之餘，仲冇一個統一嘅標準去檢驗佢哋嘅醫學知識同埋臨床經驗，要點樣確保佢哋喺香港需要嘅醫生呢？所以醫生診唔到症，病人健康保證唔到呢點確立咗。所以我哋最後再嚟睇下醫生啦。面試咧係指跟原來有方口中嘅面試咧，係依家香港公營醫院入面嘅中高層醫生要額外去照顧呢班嘅醫生，造成額外嘅工作壓力。所以立法會報告都指出，2023-24嘅年度公營醫院嘅醫生平均周工時係48.9小時嘅時候，有方嘅立場竟然係加重本地醫生嘅壓力，見啲醫生要巡訪、要睇門診、做手術好忙，再增加佢哋同面試醫生嘅溝通成本啦，因為要就住用藥習慣、診斷方向等等去磨合，語言唔通嘅時候，咪會睇錯報告、開錯嗎啡咯。咁開錯藥、診錯症，又要本地醫生去執手尾嘅時候，見唔到面試幫咗香港公營醫療喺邊。所以總括嚟講，今日正方嘅立場，無論係標準定持份者都站唔住腳。多謝各位。反方義父所有時間為3分0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有方講到打錯嗎啡呢個例子好似好嚴重，但係我哋睇真啲，呢個例子係2018年，即係面試喺2021年通過嘅面試前咧係發生嘅，所以呢啲醫療事故咧發生係同面試係冇關係嘅。咁所以所以有方講到啦，海外醫生如果面試入到嚟冇保障啦，咁眾所周知香港嘅所有醫療事故都係公開嘅。咁而家有冇例子係海外醫生通過面試入嚟，因為唔識嘢而導致到嘅醫療事故事件呢？多謝大家。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嘅問題。今日有方問我哋咧，嗰個10倍嗎啡事件係2018年，即係喺21年面試之前做嘅，咁所以就唔關面試事啦。咁但係咧，今日有方咁所以有方今日都承認嘅係乜嘢咧？就係海外醫生本身質素都唔保證嘅情況下，今日有方同學仲要免咗個試，仲要降低咗個門檻，咁今日出現意外嘅機會係咪更加大咧？咁所以咧，今日有方同學咧。好信得過唔同地方嘅註冊制度嘅，因為有方覺得唔同地方嘅註冊制度都有註冊考試，咁但係日本但好似印度咁樣，印度冇註冊考試，澳洲咁樣，澳洲都冇註冊考試，咁所以如果今日有方同學都係覺得註冊考試係要考嘅，不過如果喺其他地方考嘅時候，有方今日係咪澳洲唔收，印度醫生都唔收，全部冇執業試嘅地方都唔收佢哋做醫生咧？多謝各位。有方今日話過考試好難、好唔合理，但曾經擔任考官嘅盧偉文醫生都話難易度其實同本地醫學生嘅畢業試差唔多，具備喺香港核醫嘅必要知識。有方對
有方對醫學嘅理解其實好淺薄㗎。今日一個骨科醫生真係對其他領域直冇基礎認識咩？但人體往往係牽一髮而動全身。於是香港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周子峰都話，正有執業試先可以確保佢哋有充足嘅行醫條件。有方立場亦都好矛盾。二副講到啲來港醫生咁勁，乜都識，咁考多個試其實對佢哋又有啲咩影響呢？多謝大家。主席評判有方和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咧今日咧點解嗰一班海外權威嘅醫生咧，我哋講到佢咁勁，點解佢唔可以考多次個試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哋已經講咗，就係因為個試咧對佢哋嚟講係唔公平同埋冇必要啊！邊度唔公平啊？本地醫科生係考一樣嘢，但係咧我哋係分幾十次咁樣考喎，教到邊就考到邊。佢哋咧唔單止冇資料咧去準備呢一個試係點樣考啦。佢哋更加係要一次過就考晒本地醫科生，分10幾次考5年書本嘅內容，咁其實對佢哋嚟講係存有一定嘅針對性㗎。咁同埋咧，我哋已經有喺澳洲執業嘅港人蕭慧咧，佢先後喺美國、英國同埋澳洲行醫，有關國家均容許非本地醫生免試執業資格咧。佢話考試並唔係唯一可以確保醫生質素嘅制度，如果之後咧香港實施註冊嘅話，都會考慮翻到嚟。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咧，當醫生有一定能力嘅時候咧，呢個面試制度咧反而係阻礙咗佢哋啊。各位大家好，眾所周知咧，香港喺回歸前即係1917年啦，其實都係跟英國嘅醫療體系嘅，咁即係話英國同香港醫療體系其實差唔多㗎啦。咁依家人哋都係有免試嘅，係只要包含喺呢個世界醫學院名錄認可嘅醫學院裏面都可以申請註冊。咁如果人哋嘅註冊試，即係話我哋之前都係跟佢個試啦，咁即係我哋嘅一樣啦。人哋明明個執業試同香港差唔多，咁依家人哋想嚟呢度喎，佢嚟之前仲要考到執業試喎，咁又合唔合理咧？多謝大家。朱評在各位大家好，首先多謝有方嘅問題，有方問我哋根據英國嗰個標準係咪就可以一樣呢？但係原來係咧，如果係根據翻有方嘅標準嘅話，英國同香港嘅差唔多，咁係咪按照有方嘅邏輯，咁淨係開放英國嘅醫生入嚟咧？咁其他地方嘅註冊制同埋考試制度都唔一樣噶嘛？咁係咪嗰啲地方就唔使放入嚟咧？咁所以再者啦。第二樣想澄清翻就係英國同埋香港嘅執業試唔會差唔多，點解？因為香港執業試會考風土病啦，會考登革熱咯，會考類鼻疽咯。咁呢啲亞熱帶常見嘅疾病嘅時候，咁喺歐美內陸冇呢啲疾病嘅時候，咁佢哋嘅執業試考唔考咧？答案係唔考。咁所以執業試係唔一樣嘅時候，咁麻煩有方交出按照咩標準嘅，按照乜嘢標準先要俾嗰啲醫生入嚟香港做醫生啊？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簡單一下概括。今日有方嘅邏輯就係只要多咗一個醫生都叫利大於弊。我方當然明白呢啲所謂資深醫生啦，但係依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有方忽視咗呢啲執業試嘅重要性嘛，即係單純講緊話多咗人唔合格，就話呢個試設計得唔合理，而唔理解呢個結果係為咗確保醫生嘅質素。更何況依家其實有2成嘅海外醫生係嚟自一啲唔一定需要考試嘅國家，咁所以想問有方，你主編又話急症室依家人手不足，然後又話心臟科醫生唔使識得其他科嘅知識，咁想問淨係得一科知識嘅醫生又點樣解決到你方所擔心嘅問題呢？有方義父又一直強調話一個醫生唔識唔緊要，總有人會識，但係你依家唔考試又點樣確保佢哋會識呢？多謝各位。最好，其實咧今日有方咧講嘅問題咧，其實真係好奇怪。佢今日講嗰啲資料完全係唔符合邏輯咯。你話啦，有1-2成嘅醫生係唔需要，係嚟自一啲唔需要考執業試嘅國。邊度啊？想問可唔可以舉出一個具體嘅國家出嚟咧？即係今日見到我方嘅面試就係招緊一啲已經考咗執業試嘅醫生咯，即係佢唔係完全你講到係庸醫啊、無牌醫生嚟過嚟香港執業嘅喎。再嚟啦，你就係覺得啦，因為依家現時嘅280個面試嘅非海外醫生咧，海外醫生係唔需要係解決唔到任何嘅醫療負擔咯。即係點啊？你係覺得一個心臟科權威醫生過到嚟香港係可以做埋一啲骨科、腦科嘅，即係做下手術開完心臟係可以開埋個腦，然後減輕醫療負擔，唔係咯。所以今日見到就係我招翻嚟嗰啲人，完全係有質素、有水準，係已經考咗執業資格試嘅醫生過嚟做嘢嘅時候，你今日講緊咩登革熱啊？呢啲係普通科醫生再嚟做嘅時候，點解本地醫生診斷唔到？更甚係點解海外醫生診斷唔到？多謝大家。各位大家好，今日咧有方有2個期望嘅，第一就係有方希望要所有海外醫生咧都要識得轉介一個病
人去另一個科目。但其實講緊我方講緊就係本身海外嘅醫生係要需要通過海外嘅考試之後先至落到嚟香港，我方先至可以俾佢免試啊嘛。所以呢啲基本嘅知識，海外醫生本身就已經知道，所以嚟到香港佢就算唔使考香港嘅考試，都已經知道點樣去轉介。第二就有方希望咧，所有海外醫生都要識得醫香港嘅風土病，例如香港腳同埋登革熱。但係而家就算係香港嘅醫生，香港醫生都未必識得醫全部香港嘅風土病。咁點解有方要咁苛刻咁樣認為，要希望全部海外嘅醫生都要識得醫香港嘅風土病呢？所以兩個有方覺得好重要嘅嘢都已經唔使考試做到啦。所以今日有專家想嚟到香港執業嘅時候，係咪有方覺得因為佢哋唔識醫香港腳，就要拒諸佢哋於門外呢？而家科科都缺醫生嘅時候，有方係咪要剝奪佢可以令到香港增加人手嘅機會呢？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我方唔係拒絕任何海外醫生，問題係你冇考試就確保唔到佢哋識香港嘅嘢啊嘛。今日有方話係咪要一定要識得醫香港風土病？佢哋唔係一定要識得醫，而係要透過考試有一個基礎嘅判斷，咁樣後續先可以轉介俾啲識得醫嘅醫生啊嘛。好，我再講，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咧，所有嚟嘅海外醫生咧都已經通過咗佢哋當地嘅註冊試。問題我方已經講咗好多次，佢哋唔係全部國家都有考試嘛。例如印度、澳洲嗰啲有分通唔聽，所以確立咗今日原來有地方係唔使考試嘅時候，就如果冇香港免試嘅話，咁啊保證唔到佢哋嘅質素咯。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咁係咪就會影響成個醫療系統啊？所以今日有方通都唔聽嘅，佢哋淨係話可以引入呢啲專科醫生。問題係最缺人手嘅地方係咪淨係專科？係最缺人手嘅急症室啊嘛。咁佢哋咩都冇基礎判斷嘅時候，咁佢哋點樣可以幫到香港人解決人手短缺嘅問題啊？所以今日有方連目的都解決唔到嘅時候，唔明有方有咩利處，所以今日有方根本論證唔到利處咯，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立場前後矛盾，主辯就同我哋講希望增加醫生嘅人數去舒緩公立醫院壓力。我方又問啦，海外醫生唔識本地病例點樣舒緩？有方就開始退立場啦，話只要佢哋嚟做一啲高難度嘅手術就可以。咁想問到底好處係咩？又點樣舒緩公立醫院嘅壓力呢？所以今日有方從來都唔係反對考試可以確保醫生嘅質素，只係覺得準備時間唔夠同埋冇資料俾佢哋準備。咁如果我哋今日提供啲資料俾呢班醫生準備，係咪就可以呢？多謝各位。最大家好，今日有方咧嘅邏輯就係覺得咧，依家我哋海外醫生咧都係唔了解風土病，就等於舒緩唔到醫療壓力，就等於佢哋唔好過嚟香港啦。咁所以今日見到啦，原來有好多海外醫生咧都係有權威嘅專科知識啦，例如心臟科、呼吸道科、骨科、腦科之類嗰啲。咁佢係咪單憑一個風土病唔識風土病就將佢拒之於門外咧？唔係咯。今日見到啦，香港度度都缺人㗎，唔單止急症室啦，專科都缺人嘅時候，今日專科我講心臟科缺人嘅時候，你係咪唔請呢個又已經考咗試嘅一個專科資格醫生咧？唔係咯，所以今日見到啦，其實我哋請佢翻嚟都唔係淨係處理風土病嘅啫嘛。今日見到登革熱你個類鼻疽嘅病，佢係判斷唔到，唔係咯，因為請翻嚟佢真係專科醫生咯，佢已經係轉介咗個病人已經去咗專科嘅醫室度咯。所以今日見到就係唔理解點解會有判斷錯誤嘅例子，同埋有分今日講咗好多弊處嘅例子，一個例子都聽唔到，佢係咪有發生過呢啲事咧？唔知咯，多謝大家。有方今日講到好多弊處嘅時候，咁有冇一個例子係真係啲海外醫生診斷錯誤咧？唔係啱先10倍嗎啡例子咪就已經係例子咯。咁所以想問有方同學承唔承認今日註冊試可以保證到醫生嘅質素？嗱，你10倍嗎啡嘅例子唔係講緊免試嘅海外醫生，係講緊本地嘅醫科生嘅時候，咁係咪咁深？所有實習醫生都唔需要喺香港存在？德國註冊醫生係本地嘅醫生，係定唔係？所以今日見到你講緊嗰啲嗎啡嘅例子，咁其他咧你個類鼻疽診斷錯誤嘅例子有冇出現過啊？唔係啊，科唔好走住，原來嗰個係海外醫生，因為佢係德國註冊入嚟香港嘅醫生，咁所以今日有方我方已經有例子問多方一次，有方今日承唔承認註冊考試可以保證到醫生嘅質素？
方同學啱啱承認咗21年嘅面試係面試，咁點解18年嘅醫生係可以關個面試制度事嘅？佢有考試嘅情況下，佢都醫錯，咁你今日免咗試降低咗門檻，咁佢更加會醫錯啦。咁所以今日問咗有方2次，有方都唔承認，因為有方都知道今日執業試係保證醫生質素，咁所以今日因為香港唔考執業試嘅情況下，印度、澳洲呢啲冇執業試，有方點處理？哦，原來你個德國註冊醫生原來係考咗香港嘅執業試嘅，咁係咪所有海外醫生都唔要啊？因為全部都有醫療照顧嘅喎。唔明有方講咩？有方可以重新簡單啲問一條問題。好啊，有方同學你自己講咗佢係考試入嚟，即係考試都確保唔到佢嘅質素咯，反而啦面試咁多年都冇任何失敗嘅例子，咁有咪即係面試冇問題咯？好啦，有方而家立場跳嚟跳去，啱啱台下發明嘅時候咧就話考試好重要，註冊試一定要考，即係香港考多一次冇必要。而家又話考試冇用，咁考試係有用定冇用？今日咧，我方唔係反對緊考試，我係覺得兩者皆可做，但唔係話有方嘅立場係需要取消面試制度嘅時候，面試一直以嚟都係行緊，都係冇問題，點解無啦啦要取消佢啊？乜嘢叫兩者皆可做啊？即係香港有啲人要考試，有啲人唔使考試，邊一啲人要考？係啦，但因為咧海外醫生嘅途徑咧可以分考試入嚟，又或者免試入嚟。咁而家香港係兩者都做緊嘅時候，免試點解要取消啊？因為免試有啲地方，即係好似印度、澳洲嗰啲都冇考試咯，從來冇考試嘅醫生醫你，有方放唔放心啊？點解印度同澳洲係唔需要考執業資格試啊？因為印度同澳洲個醫管局自己講嘅咯，咁所以今日有方，如果佢哋唔使考試，今日有方嘅安排係佢俾佢哋嚟香港考多次試，定係唔使佢哋考試？好啦，有方同學，咁而家有冇引入嗰啲醫生？如果引入咗，咁請問佢哋出咗啲咩醫療事故？好似有方同學咁多咁嚴重啊？唔係，所以原來今日我哋知道要考試入嚟嗰啲，佢原本就係本地醫生嚟嘅。所以認為如果有方同學持場嗰個考試咁重要嘅時候，我哋見到澳洲、印度都唔使考試，咁我哋嘅標準要按咩標準先可以俾佢哋入嚟啊？好啦，有方同學即係冇例子啦，唔緊要，有方再問第二條問題。而家個心臟病嘅醫生好似你哋咁，一經過考試入咗嚟啦，咁有方期望佢繼續係心臟科開刀咧，定係好似有方咁醫埋風土病啊？原來心跳加速咧，登革熱都會有個。咁我同醫生講心跳加速嘅時候，醫生可唔可以判斷到我係咪登革熱？可唔可以將我轉介去第二度？首先咧，判斷咧係普通科醫生做嘅，心臟科一入嚟咧係已經判斷完嗰個病人係乜嘢病，所以再問有方心臟科醫生係咪要幫佢登革熱開刀啊？咁所以問多我翻一次，係咪唔識判斷？首先唔知點解會唔識判斷，一個例子都冇，判斷錯誤嘅例子完全冇啦，醫療事故嘅例子都係冇嘅時候，今日唔明你嘅弊處確立咗喺邊度，所以想問啊，今日見到我方嘅專科醫生係能夠增加到280個人，你今日取消面試制度，你係咪唔要嗰280個人？唔係，今日有方我例子乜嘢例子都俾晒你啦，地方唔使考試嘅地方例子又俾晒你，有事故嘅例子都俾咗你，咁所以今日有方。點解喺咁多醫療事故出現，然之後考試有方講咁重要嘅時候，點解唔考試？你個醫療事故嘅例子咪真係德國註冊醫生仲係考試入嚟嘅啫嘛，一個啫嘛。咁今日見到你講到咁大鑊啦，咩類聚悲嘅類鼻疽嘅病啊，唔識判斷啊，咁有冇判斷錯誤嘅例子你講啦？佢都唔識判斷，咁要佢判斷嘅時候咪會判斷錯咯。有方今日咪覺得佢完全唔識登革熱嘅話，佢可以判斷啱登革熱啊？即係咧，你覺得佢唔識判斷，但係又冇發生過呢個判斷錯誤嘅事，我咁真係有定冇啊？唔係，問得我翻一次，如果佢今日完全唔識登革熱，佢會唔會判斷到佢係登革熱？所以今日見到就係完全冇一個例子，就係死雞撐飯蓋咯。所以今日見到就我方緊入嚟嘅嗰啲非海外醫生嘅面試制度入嚟嘅，喺啲專科嘅醫生嘅時候，佢入到嚟係做心臟科啊、呼吸道嘅科嘅手術嘅時候，點解要睇風登革熱咧？係啊，咁所以咪判斷唔到咯，有方都答唔到，因為佢唔識就判斷唔到，咁所以咪要考試咯。正方發言時間用盡，反方發言時間15秒。反方係出現用盡餘下時間。所以評在位，大家好奇睇翻今日有方嘅標準係啲乜嘢咧？就係佢要放寬標準，因為點解？因為前場已經講過，如果要面試，或者係等於要原本嗰啲考試唔合格嘅質素保證唔到嘅醫生都要入埋嚟，咁咪會出事咯。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話說我細個就好中意砌模型，我砌親嘅模型咧，由我細個擺到依家都冇爛冇冧。於是我總結出模型咁穩固嘅3個秘訣：
規格統一、質量穩定同埋一個穩固嘅地基。但原來砌一個穩陣嘅地基唔容易㗎。細個嘅我貪快手，隨手拎啲唔同廠牌規格參差嘅零件亂砌一通，最後成品輕質鬆散甩漏，歪嚟歪斜，重質根本企唔穩，一推就冧。模型係一個精密計算過嘅玩具，更莫講話精密過模型千百倍嘅醫療系統啦。所以歸納全場唔難發現有方犯下咗兩大錯誤：一、立場退。咁有方一開始同我哋講啊，班醫生好勁啊，所以唔使考。然後又同我哋講話根本唔反對考試。我方追問風土病點醫嘅時候，有方唔答，有方話可以，亦都話可以即時學。所以唔難發現今日有方嘅立場咧不斷變，根本唔知佢哋想要考試定唔想要考試。如果醫生勁嘅話，佢哋根本唔會驚考唔過。但係依家又話考試太難，將責任推卸落考試度。但係有方又承認考試係可以篩選到啲唔合格嘅醫生出嚟嘅喎。所以講到底，今日唔知有方想點，但係我哋可以確立嘅係考試可以篩選啲唔合格嘅醫生，去選出一啲真正適合香港嘅醫生。但係今日説穿於有方咧，其實知道咧有啲醫生咧唔考試咧嘅質素係會成疑，嚟之前係可以唔識一啲香港嘅病嘅喎，所以但係有方根本唔聽，冇辦法論證到面試後點樣確保到醫生質素，所以地處根本唔成立。第二，今日自相矛盾，有方好矛盾，同我哋講話咧數量質素都可以保證到喎，但係佢哋淨係要專科嘅啫喎，係咪全部都淨係引入專科，其他人唔要啊？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發現咧，原來政府嗰個合資格名單度不斷放寬嘅時候，點樣確保到佢哋全部都係咁勁嘅專科醫生，定係全部都已經咁有質素啊？所以今日如果冇考試嘅話咧，質同量兩者根本冇辦法共存。無論咩人咧，學校出嚟都好，冇一個劃一標準，就冇辦法確定佢哋喺香港係一個適合行醫。所以俾我分負面拆穿咯，冇考試咪等於自覺門檻咯，自覺門檻就必然會有水平不一嘅醫生。所以今日有分根本冇得既要又要㗎，佢哋要數量就冇辦法確保佢哋符合香港嘅標準尺，要質素就必然要加翻統一嘅考試。有側面認證咗原來冇考試係會影響質素呢個弊處，所以今日當雙方兩邊都講唔過去嘅時候，地處就自然冇辦法論證。今日連模型都要過質檢，咁醫生救人係咪更加要呢？但面對逐漸放寬嘅門檻，作為病人係咪真係可以咁安心呢？有方顯然今日係將病人嘅生命做賭注，賭啲面試醫生乜都識，賭佢有時間學，賭佢唔會出意外。但理應醫生係要對病人嘅生命負責任。試想像，當一個病人去睇醫生，但眼前嘅醫生可能唔識風土病、診咗症、開錯藥嘅時候，咁樣病人會唔會安樂？都唔知信定唔信好，唔通睇醫生係信102運3風水？所以講到最後，香港醫療係咪仲值得我哋信任？所以醫生質素成疑，病人權益都冇辦法保證。面對醫療壓力，有方提出嘅方案就好似為咗快啲完成模型而求其揾啲唔啱規格嘅零件，但咁樣模型唔會砌得好，醫生亦都幫唔到。試想將今日作為一個醫生，巡完幾十個病人，又睇完幾十單案例，仲可能有手術想揾人幫手嘅時候，點知引入面試醫生，個醫生反過嚟問我咩叫類鼻疽，仲要我幫手翻譯一下啲英文用語，搞到身心疲倦，最後壓力都舒緩唔到，本末倒置。在座各位，我屋企嘅模型已經擺咗幾十年，冇穿冇爛，非常穩固，因為用嘅零件全部都統一標準，同樣優秀而穩固嘅醫療系統，亦都唔係靠醫生數量堆砌出嚟，而係靠每一位都符合同一套嚴格標準嘅醫生。但引入面試醫生就等同親手放咗啲仿品入香港醫療度，當出廠質檢都唔要嘅時候，病人權益保護唔到，醫療壓力舒緩唔到，模型自然就會有傾斜。所以咧，模型砌得差可以重新嚟，但係醫療事故出事咧就會付出人命代價。多謝各位。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咧，呢個世界上而家有一種醫生咧，佢只要國家有需要咧，佢哋唔需要考任何考試就可以直接去行醫，就係無國界醫生。因為佢哋嘅專業資格咧，喺成為無國界醫生嗰度咧就會被審核，佢哋嘅能力咧係受到全世界認可嘅。亦即係話，假如香港真係發生咗意外啦，需要幫助嘅話，我哋都唔會用考試去考核呢班無國界醫生。換而言之，只要我哋確保到嗰個醫生嘅能力，考試就唔係必要嘅。而家經面試途徑入嚟嘅醫生，佢哋有合資格嘅學歷，有喺認可嘅國家入邊考咗執業試，係正式嘅醫生，同時都有豐富嘅手術經驗，足以勝任香港醫生嘅職位。同時啦，我哋有最少5年嘅實習期包底，確保佢適配香港嘅醫療體系，佢嘅醫德係合格嘅。
而當全世界各地，例如英國、美國、新加坡等等醫療發達嘅國家，都同樣有面試制度嗰陣，點解唯獨是香港唔應該有面試制度呢？有方同學從頭到尾都冇解釋過。有方同學今日有兩個擔心，第一語言，有方咧就話醫生咧就應該識英文，咁咧先可以同香港醫療體系溝通到接軌到。咁咧，但係海外醫生原本大部分就係以英文學習，甚至佢哋母語本身就係英文喎，所以對佢哋嚟講咧，語言唔係必須要考嘅嘢。而同時啦，有方又話內地生有50%嘅合格率，咁而講緊係一次考試係有30幾個人合格嘅喎，亦即係話內地生唔等於英文差。而有方全場到尾都冇講，因為關面試引入嘅醫生溝通上有任何問題嘅例子。第二啦，有方同學擔心嘅係質素，先同有方同學科普下醫院嘅運作係點呢？病人先睇普通科，亦即係門診，又或者急症啦。由呢啲普通科醫生或者急症醫生去判斷病人到底係咩病，再轉介去專科，亦即係例如啦，佢有心臟病咧，就轉介去心臟科醫生。結果就係專科醫生只會接觸到嗰啲專科有問題嘅嗰啲病人，心臟科醫生只會接觸到心臟有問題嘅病人。其次，我哋話風土病，又例如肺炎咁樣，一個內科醫生咧，同香港啱啱畢業嘅醫科畢業生咁樣啦，內科醫生掌控呢個病嘅能力係應該強過啱啱畢業嘅學生嘅喎。有方同學咧就講到評核佢哋嘅醫生咧就會放啲好差嘅醫生入嚟啦。咁但係評估非本地醫生咧同評估香港醫科生嘅咧係同一班人同一班醫生。有方同學係咪同樣覺得咧香港嘅醫科生同樣參差不齊咧？所以有方同學今日嘅質疑咧，從來都唔止係面試制度不足，而係成個香港醫療體系都有問題。就算我哋退一步啦，淨係講針對面試引入嘅醫生，有方同學講到咁有問題，但係連一個引入嘅醫生出過嘅醫療事故嘅例子都冇，所以無論係質素定係語言有問題，從頭到尾都只係不切實際嘅假設。呢個壞處有方同學從來都冇確立過。在座各位，我哋一齊企喺人性嘅角度去思考呢件事，點解面試制度係必要嘅？我哋嘅對象係一班有能力、有經驗，甚至係行業頂尖嘅醫生。我哋會希望，甚至會主動邀請佢過嚟。結果佢哋嚟到之後咧，就要考一場試去證明自己嘅能力。對佢哋嚟講，唔單止係麻煩啊，仲係一種侮辱啊！各位評判，你試諗下，你擔任咗教授咁多年啦，打算咧喺一個外國一個人手不足嘅大學度任職，甚至可能係俾人邀請過去嘅。結果去到之後咧，要你好似學生咁再考一個試，證明下自己嘅能力，唔通唔係對各位嘅侮辱咩？可以見到啦，無論喺減省不必要程序定係出於尊重嘅角度，免除考試都係一個必須要存在嘅機制。連英國香港醫生協會都指出，免試制度可以令外地嘅香港醫生回流嘅意願增加30%。有免試制度先可以吸納更多嘅醫生，改善香港現時醫生不足嘅問題。因此我方正立辯題，多謝各位。各位同學對唔住，學生對唔住。各位評判對唔住，各位同學對唔住。我係遲到咗1分鐘啫，但係冇藉口嘅，即係評判應該好似兩位咁樣係早到，唔係準時到。咁我去咗石塘咀，唔使跑過嚟。咁對唔住，我係香港大學嘅。呢度地方，有時去對面嗰間譚仔度食嘢，即係好熟佢30幾年嘅，就係咁先至會錯，即係熟先至會錯，掉以輕心就會錯。對唔住，我遲到。咁我做錯咗，我唔應該去試啊。咁第一應該今屆嘅基本第一場比賽應該咁掉以輕心的，而且確係我同埋所有人都應該要留意嘅事。第一個我應該留意，咁你又會遲到自己節目啊。咁今日個題目我自己我唔預知題目㗎，我唔理。其實我之前問咗，已經問咗係星期六到星期日㗎啦，我好小心，我即係一般係星期六打，咁但係都搞錯，我冇搞日子交嘅地方咁。咁但係咧，我通常我唔預知題目，我坐低我先睇嘅，因為咁樣我避免我自己會做第9個評判，第9個辯論員。咁個題目咧有3個我想講嘅地方，就我會覺得啲同學咧會將面試同埋引入非本地醫生咧變成同一個問題。佢哋冇咁嘅事，冇問題啊！然之後，我覺得佢哋將今日利大於弊咧呢個問題咧，會有啲混淆。有，但係唔係好明顯 ，OK 嘅，可以嘅。反而有一件事咧，個題目，因為個題目我覺得設定題目嘅時候咧，佢想令到正反雙方嗰個均勢比較明顯啲，所以加咗幾個設定喺度，包括咗免試啦、利大於弊啦，同埋本港
香港社會。如果係香港社會嘅話，就唔係淨係醫生嘅水平，醫生嘅水平同病人嘅利益係一個硬幣嘅兩面，但係都係兩面。咁病人嘅利益今日多唔多講呢？除咗病人嘅利益之外，香港作為地區嘅醫療中心啦，醫生嘅專業啦，喺外國同埋香港之間醫生嘅專業嘅地位啦，呢一啲亦都應該講到。咁我去到中間嘅時候，點解仲未講咧？仲未講咧？我覺得今日可以討論嘅嘢咧，如果你問我，我掉以輕心咧，兩邊都應該諗一諗呢個問題。個題目嘅定義，其實定題目嘅過程就諗清楚兩邊夠唔夠講，會唔會公平，係唔係夠闊，會唔會一邊對一邊公平，對一邊唔公平。咁我希望同學們咧喺呢方面第一件事會諗到先。第二就係、我睇辯論比賽咧，就第一件事我會問呢一個係一個辯論員，定係一個演講者，定係一個路邊好似我呢年紀捉緊棋嘅阿叔喺度隨便討論時政啊。咁如果係一個演講者嘅話，佢唔使聽人講嘢，佢講自己嘅想法。如果係一個路邊嘅捉緊棋嘅市民，佢可以隨便咁樣發表自己嘅意見。辯論員唔係啊，辯大於論，辯先於論。咩叫辯啊？辯就係你要聽住人哋講嘢嚟提出意見啊嘛。我老婆成日都話：你唔聽人講嘢，佢話得老婆我聽你講。你要聽人去講嘢，你先至可以講。你唔聽人講嘢，咁你點可以話俾我聽你係一個辯論員呢？如果係咁嘅話，你要話俾我聽，究竟你有冇聽到人哋講嘢？係咯。舉個例子，我第二個問題就會問佢：佢係咩位？佢係主辯定副辯定係結辯？即係我係幾重視，因為呢個第一場比賽啦，可能真係主辯，我希望真係唔好睇咁多稿，真嘅，即係你準備好咗㗎啦嘛，係咪啊？你寫好晒㗎啦嘛，你冇理由仲要咁讀㗎嘛？咁呢個就真係我自己大學開始多啲睇啲老師上堂，跟住俾分。我會坐喺最後嗰個位，然之後老師上堂咧，就啲學生個叫 screen time，啲學生嗰個電腦咧，如果有一半唔跟住嗰個老師，我就俾個老師好低分，就咁簡單。咁啲老師通常咩時候咧，啲學生就唔跟住佢咧？你最憎嗰啲啊！朝頭早9點堂，然之後老師去讀 PowerPoint 嗰啲啊！我講句俗話，唔好意思啊！我同啲學生講，如果我咁樣做嘅話，你醫爆我啊！如果你哋學嘅老師係咁做嘅，你醫爆佢啦！唔應該，如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同學們啊，我由呢個香港大學站跑過嚟9分幾鐘，唞得咁辛苦，聽你讀稿啊！咁你不如 send 俾我好過啦，我喺度行去睇啦，啱嘛？我唔使過嚟啦。即係同學們啊，記住呢啲係辯論員就係要溝通，望住人講嘢。咁呢個你問我係咪好緊要？我就住呢啲讀稿啊及人物一間我講合作分，呢兩個分夾埋咧，其實夾埋好少，只係爭咗3，即係成個比賽嘅可能幾個%嘅啫。但係我頭先專登喺我份稿嗰度，我份分紙嗰度睇，今日嘅分比爭少少，冇爭少少，就因為呢一啲嘢去影響嗰個勝負。你聽明講咩？冇，今日冇贏，我張分紙嘅贏嘅仲係贏，輸嘅就係輸，但係爭少少就影響咗啦。咁所以喺好近嘅比賽過程裏邊咧，你要小心。係我專登俾你睇，因為我話聽，我專登俾你睇，我專登俾你睇，我專登俾你睇，我一講俾你聽啊。跟住我想講，如果係辯論比賽，我講好多技巧，我唔講。如果係辯論比賽嘅話，咁你要聽住人講嘢。今日兩邊都好嘈，台下嘈得好緊要，我扣唔到你分。咁你嘈，我唔通嘈到我薯你咩？咁你嘈得好緊要，唔緊要，我扣唔到你分。台下人哋唔係講緊嘢嘅時候，你哋傾冇問題。但係自己人講緊嘢，人哋講緊嘢嘅時候，你喺度傾。然之後到結辯嘅時候完啦，仲喺度傾閒偈。辯論比賽，我問緊問題係 elegant 定 elephant？ 辯論比賽係一個 elegant 嘅比賽嚟嘅啊！你要做一個比賽，你要用住你嘅態度，祭神如神在，呢個係個輔導門嚟嘅。上到嚟就應該要咁樣做。我喺你講嘢嘅時候俾分，我哋唔講嘢嘅時候俾分。雖然呢啲分唔係好多，你同我講唔係好多啫嘛，合作分20分啫嘛。我張分紙，我希望你睇我張分紙。我張分紙度每一次台上嘅辯論員嘈到我，或者人哋講嘅時候你唔聽，我每次畫一畫，我每次扣你半分。你數我扣你幾多分？有一邊我扣咗14次，我扣14次，我淨係望住佢，然之後你唔停嘛，我扣到1次。
同學們啊，我再講一次，今日呢一啲分冇影響到勝負啊，冇。不過有時會，我希望我做到咁明顯，咁樣做衰人。希望喺後邊嘅路，大家要留意，呢個係一個 elegant 嘅比賽，唔係一個 elephant 嘅比賽。你有道理，你啱，你會贏。但係你有道理，你都要一個優雅嘅方法講出嚟。希望同學們留意，你太嘈，你嘈到我，台下會嘈到台上。然之後你講嘅時候，你講嘅時候你唔聽，咁你點樣話俾我聽？你跟住嚟係就住人哋講嘢咧？我喺反方嘅第二副邊講嘢嘅時候，我係放低晒所有嘢，我唔知你知唔知啊？我係望住你，然之後喺度笑。其實我點笑唔知，我樣唔靚，佢冇望住我啦。咁但係因為我唔知你咁樣感覺咧，佢好似個酒廊歌手咁樣咧，自己喺度唱歌，但下邊啲人喺度猜枚啊，佢連自己人都冇人理佢，好似個個都冇人理得佢一個，我覺得好孤獨啊佢。我唔聽，我唔寫嘢，我望住你，我支持你咁樣。同學們啊，即係作為隊員應該要喺內容上支持你嘅組員。但係應該係精神上支持佢，呢個係一個比賽嚟㗎，比賽應該要咁做。我哋講個精神，咁我希望同學們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最後一樣嘢我都係想講嘅就係個比賽作為語文老師，即係呢個第一場比賽。我知講呢啲咧實俾人鬧啊！嗱，我再講一次啊，我呢啲分數係冇影響你嘅勝負嘅啊，講啦、趕啦、我啦、國家同埋國家都搞錯啊！兩個玩法，咩叫兩個玩法啊？無啦楞啦，讀下稿，讀稿讀到有個卻字啦，句末尾音拉長啦，齋講，咩叫齋講？個勁字出現咗12次啦，應該用雙音節前，應該用單音節前啦。行醫同埋行醫啦，放啲醫生入嚟，醫生豬嚟㗎，批准啲醫生入嚟註冊啊，然之後安排同埋安排啦。嗱，你試咪嗰陣時按 call 46歲嗰時，我冇寫低到已經啦。車人啦，呢次真係大鑊啦！啊，同學們啦，呢一啲我逐個同你講。啊，我下個禮拜會同我啲學生上堂嗰時，我下個禮拜上 law 上 IBGM 同埋上呢個A&F， 我會講呢啲，即係同學們粵語演講出嚟講嘢，我哋叫 workplace communication。出去做嘢嘅時候，同你平時傾偈唔同。我明啊，有一堂喂，有時咧即係去到有火嘅時候咧，真係好難控制。你有啱嘅，真係啱嘅，即係真係會投入咁嘅時候，會真係有啲俗語嘅出嚟都會有嘅。咁但係真係要希望同學們，尤其是呢個比賽，希望大家咧，即係今次影響唔到分數，但我希望同學們咧喺未來嘅時候，如果真係好接近嘅話咧，你唔會因為想呢啲咁少嘅事影響你咁多人嘅準備啲內容㗎嘛。我希望同學喺呢度做好啲。咁但係咧，其他嗰三方面，頭先我講嗰3個喺辯題嘅理解，我覺得係今日係處理得 OK 嘅。希望各位同學繼續努力，希望大家可以走得更遠。多謝各位。多謝白羅士博士。接着有請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師黃偉雄教授。OK， 我先鬧呢個主辦單位先。佢哋咧打親電話咧都打2次嘅，一次咧就朝頭早，一次係下晝。次次咧因為咧我朝頭早答咗你嘅喎，下晝又答翻一次。頭先又係有一個咧走埋嚟同我講嘢嘅人，即係話啦，你係咪你講先啊？我話係。第二個咧又問多次，第二個俾咗你第二個講先。呢個係好浪費資源嘅，得唔得？我唔係好想答覆咁多次人嘅，我以為同一個人嚟㗎，得唔得？原來佢話唔係啊嚇，可能同時搞錯。但搞錯2次喎，係2次喎，2個週末都打俾我喎，咁啊唔係好妥啊，得唔得？好啦，今日咧兩邊都最尾一句講話咩？今日正成嘅題目啊，或者成立唔成立乜乜嗰啲咁樣咧，兩邊都錯。今日題目唔係應取消啊嘛，你好地地正咩成一，你冇講你越大越弊，全部話應取消，全場講緊應取消，咁你講乜鬼啫？得唔得？呢個唔妥。第二啦，有個同學咁講㗎，考試咪確保質素。邊個講俾你聽考試確保質素㗎？考試係檢視質素㗎。兩邊好似係考試確保質素喎，我從來都唔明。你係溫考試嗰時確保質素，你唔係考試確保質素，明講乜啦？但係咧兩邊講好似講完係咁樣喎，因為考試從來都唔能夠確保你質素㗎，得唔得？你背定考試題目咪得咯？你假設咁唔可以保證質素㗎。不過問題培訓嗰個過程先保障質素啊嘛。咁但係兩邊都冇講培訓過程㗎喎，得唔得？呢個係唔妥啦。同邏輯真係好差㗎嘛。我唔知係咪佢講得快咗啦，得唔得？有個同學咁講嘅，唔考試咪唔能夠確保佢哋識咯，得唔得？咁我頭先講過啦，呢個邏輯問題，佢唔知咩叫考試，考試嗰個係檢視質素啊，唔係確保質素啊。第二個咧就好得意嘅，佢就講句，佢哋考試或者嘅實習期之後，佢醫德係合格嘅，
點無端講醫德啊？個醫德嚟咩？你考試內容要考醫德㗎，邊條係考醫德㗎？你知唔知咩叫醫德啊？係咪？冇可能係咁樣。第二個啦，肺炎係風土病，我真係未聽過喎。即係我未聽過肺炎係風土病喎。乜肺炎係風土病嚟嘅咩？你 check 翻嚟。即係講乜啦？呢啲係即係叫隨口噏，係咪？咁啊唔係好妥嘅。另外就係咧講過咧，就語言辨別都有關嘅。頭先講過啦嚇，另外一個評判個位唔係好妥嘅。咩叫人哋啊？即係香港將講法，人哋咪講咗咯。喂，你係呢個辯記場景喎，你講咩人哋呢字眼咧係唔合適喎？呢 level 即係講乜啦？人哋咪講咗咯，你唔係傾閒偈喎，你唔係談情喎。即係我同我嘅前女友、老婆傾偈，人哋咪講咗咯。我同佢講，我同你要邊個人哋啊？即係講乜啦？人哋嘅意思係日常生活，有時係代表自己噶嘛，特別女仔。我唔知你講邊個，係唔講你自己咧？即係同男人講緊，我人哋咪講咗咯，得唔得？我唔知你講咩人哋，所以唔好用呢咁嘅字眼啦。咁另外就係咧，係個毛有少少問題，有啲就變咗一個咧唔係讀稿 feel 啊，我覺得係一個咧夜晚同自己傾偈嘅 feel 啊，即係好唔明顯地唔係辯論嗰個毛啊，即係講嘢。有啲就唔係喎，佢個毛係街市毛嚟嘅喎，即係好鬧佢交咁樣嘅喎，即係我覺得好唔一個差距太大。另外我成日每次做辯論嗰個評判咧，我都問你有冇問過啲人係啲飯嘅咧？傾下偈啊，你可能得着好多㗎。我咁巧咧有個前輩咧嘅太太就係國內落嚟嘅醫生，佢傾偈，我問佢點解唔做翻醫生嘅，佢答好彩唔做㗎，我好彩冇考就呢個害死人。呢句説話我好深刻嘅，我話你咁辛苦做完之後點解落嚟唔做？佢梗係唔做啦。香港同國內好遠，爭好遠。你淨講呢個 case 啊，包你贏到分。佢當然問都記得其他內容啦，佢點解唔做？佢其實香港同國內咧好多層次、好多方面咧都係唔得㗎，唔一樣㗎，得唔得啊？佢夾硬考咗佢都冇把握去做，佢咁講，即係講乜啦？咁由此證明咧後邊係咪研派咗好多嘢啊？都係。咁呢個咧其實我每次都係咧，你做緊題目咧問翻嗰範嘅人咧，可能突然間咧嗰個例子咧係可能救你好多㗎，諗落去。咁呢啲要諗啦。第二樣咧陳愛華嚟嘅，佢成日講話咧，知唔知急症室點解咁缺人啊？有人問下飯內啲人先知嘅，知唔知點解？其實咧嗱，我即係唔聽你聽唔到嘅，好簡單嘅，因為咧我咁 Q 識幾個醫生，佢話啦，揀主修嗰時咧係好多屋企人勸佢唔好揀急症室嘅，因為咧你出邊掛唔到牌，你冇機會揾大錢，同埋最大壓力。於是乎咧，個個讀到考話咧，就算佢好想即係咩扶弱啊、救人咁樣都好啦，屋企人都話啦，嗱你做醫生為乜唔重要，但係呢一剎那咧，你揀主修時，即係話再揀專科時小心啲啦。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又要即係又唔係冇壓力，不過咧第時咧你想唔做翻公立咧，好難出去掛牌，因為出邊冇突然間急症科喎，係急症都知係你公立最好㗎啦，即係咁㗎啦。咁呢個幾得意啊！最尾就係話咧，兩邊都可以咁講㗎，即係考試有個取締方法或者叫改善方法，你講嚟講去，我增加透明度得唔得咧？俾人去準備得唔得咧？即係其實多講多些少啦。另外就係咧分 part 得唔得咧？即係講乜啦？我唔係全部啦，好簡單嘅。我有5個條件，我開題考一張 paper 啫，得唔得？咁你咪即係減省好多功夫咯，得唔得？仲有好多其他嘅。咁同埋最尾一個咧例子就最尾嗰時我諗起嘅，佢話啦，假設我係嗰範嘅，我申請其他即係再教翻嗰範，佢講教授啊嘛，即係搞大學裏邊雙職在校咧。嗱，我親歷其境啊！有一次我申請工大，即係一啲兼課嘅去考邏輯，其實我讀哲學嘅，去現場即刻派份卷我做。我馬上掉低走咗，不過後來咧，我係即係透過我人脈問翻嗰份卷，我真係唔識做。嗱，呢個例子記得啊，即係話啦，我嚟 interview，諗住即係兼下啫咁樣，去現場派份卷俾我做，即係我梗係講話冇用，我即刻走。但我講一次啊，我攞翻份卷我係唔識㗎，即係透過方法攞翻嘅人脈翻嚟睇下份卷點樣，真係唔識㗎。你教開一定識㗎，你讀過一定識㗎。即係玩法好唔同㗎嘛，得唔得啊？跟住好在我考啫，如果考咗唔合格冇語啊，好肉酸啊！好在我考，所以呢個經驗幾好啊。同埋我覺得咧，考試畢竟係檢視質素嘅，我強調唔係培訓質素，係培訓唔到嘅考試。不過你檢視咧，亦都係當然係能夠質素保證，咁呢個咧係最緊要嘅。
同埋今日 overall 咧，我唔好意思啊，即係可能阿何博士會話我成日講啲英文啊，講啲俗語啊，我人係咁樣冇辦法。咁就咧，我成日講話咧，即係今日兩邊質素都唔好，即係比我預期差。因為點解咧？似乎有經驗嘅辯員咧，應該個拿捏咧個題目啦，或者呢個咧節奏應該好啲嘅。就兩邊呢一就太急，因為咧就我係唔知呢個毛係咩毛嚟嘅。咁兩邊都係唔係好嘅。當然啦，呢場第一場嚟緊會好啲啦。好，我講咁多。多謝黃偉雄教授，接著有請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耀榮博士。多謝大會邀請我覺得壓力好大。一個就係聽到何博士嘅批評之後，我都好即刻審視下自己嘅發音因為我都驚我有懶音如果有嘅話多多指教吧，多多包涵。另外一方面就係整體嚟講都聽到兩位評判專家嘅意見，整體嗰個色彩嗰個嘅感覺真係頗為負面咁我哋即係而家個教育理念都係講話我哋要多啲鼓勵所以我覺得如果我都繼續鬧落去嘅話咧，就好似唔係幾符合而家嘅主流教學理念但係其實頭先兩位評判講嘢，我可以話完全就係我嘅心聲基本上我每一場嘅即係做近早兩三年嘅評判嘅角色啦我覺得有一個好即係普遍嘅現象就係好多同學其實係唔識得點樣去就呢個嘅利大於弊去做辯論，去到即係呢幾年都係嘅，咩學校都係咁既然係大啊嘛，一個好簡單嘅中文詞，咁你都要比較㗎，係咪 ？A 大於 B， 甲大於乙啊嘛，係咪？咁到底邊個大，邊個唔大，邊個多，或者我咁講啊，邊個多，邊個少啊？係咪啊？咁即係話雙方都應該有責任去同我數，正方話俾我知道，你睇下利有3個，弊得1個。你可以承認有弊處㗎，只不過你個弊處冇咁嚴重啫嘛。你可以承認，你唔需要拗到打到佢真係一個弊處都冇嘅，你先贏。唔係啊嘛，因為反方一樣嘅啫嘛。反方我聽唔到你講話 OK 弊處，我哋全場數到有10個，你哋咧我哋承認2個，所以咪弊多於利咯。又或者係唔係利大於弊，利弊相若，你都贏。所以其實利大於弊，反方可以咁打喎。咁但係我好少，即係我基本上從來冇聽過任何一場嘅辯論係做到呢一步。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你哋應該要將呢個嘅知識咧傳承俾佢下一屆，因為點解咧？雙方嘅學校我已經都識咗好多年㗎啦，應該。你哋嘅師兄師姐，我同佢哋講過同一番説話，點解傳唔到落去師弟師妹嗰度？如果你哋唔再傳落去嘅話咧，下一年我哋都係會講同樣嘅意見嘅，咁冇意思嘅，咁就唔係教育。所以我希望你哋能夠將今日嘅即係兩位評判即係用心良苦嘅一個嘅評語咧傳落去咁好啦講翻，我想盡量去鼓勵多啲你哋啦。所以我站喺學生嘅立場就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基本上頭先兩位評判都已經講咗做得有今場有啲乜問題，我唔再重複。但係我就話好，既然我知道有呢啲問題啦，我點樣可以做得更加好？譬如話頭先黃教授提到你哋冇聽人講嘢，我呢度舉幾個例子俾你哋明白一下點樣為之冇聽人講嘢，然之後你冇回應即係譬如話正方喺台下發問嗰陣時咧問過一個問題嘅，就係話睇先調翻轉啦，反方先，反方台下問咗一個最後一位就係話你話考試好嚴苛。外國嘅醫生咧，佢都冇個應試資料，咁點準備啊？咁跟住佢就問你啦。咁如果我俾呢啲應試資料佢咧，咁之後正方又冇再跟進，即係冇回答到。咁呢個就係所講嘅，你冇聽人講嘢，然之後你冇俾到嗰個答案佢啦。即係仲有好多嘅，但係我呢度我唔想逐個去提，因為一般嚟講，我會聽到佢問你一個問題，你唔答，我當你認輸㗎啦，咁我俾翻佢㗎啦。即係呢個會係一個。好啦，另外就係喺
語言上面啊、用詞上面啊，頭先我哋講發音啦，好重要啦呢個。而家我講內容。我舉一個例子就係反方嘅結辯，你嗰個模型嘅比喻，我用翻你嗰個。譬如話好簡單，你最尾嗰句話，如果我哋用嘅嗰個基礎啊，或者係嗰個構建嘅模組啊嗰啲嘢做得唔好啊，用一啲唔係原廠嘅嘢砌落去嘅話咧，個模型就會傾斜啦。點解唔講大啲咧？會倒塌，會將原廠嗰啲嘅積木一齊冧，本來砌得好地嚟嘅，佢拖累埋原廠嘅積木添。就係因為你引入嗰啲唔過關嘅冇質素保證，我姑且咁用啦嚇，冇質素保證嘅非本地醫生，導致影響翻本地醫生，係咪啊？咁仲係咪會強過你用傾斜啊？即係已經我假設前面嗰啲我哋暫時唔好討論啦，我哋順住你嘅説話啦，係咪啊？點樣可以令到你做得更加好？其實就好簡單啫嘛，你唔好用傾斜去倒塌，係咪再強啲啊？中文啊嘛，我哋回歸翻廣東話辯論語言本身啊嘛，係咪？發音用詞呢啲其實就係可以做得到，係咪啊？即係我想從呢個角度去睇。咁另外咧就係面試嘅定義啦，非本地醫生嘅定義啦，咁都算係有啲掌握嘅，但係仲有一個關鍵位，大家好似未掌握得到，即係除咗理大於弊最大問題啦，係咪啊？就係對香港社會。所以呢個咧，我有多少同黃教授即係唔一樣嘅觀感，唔好意思啊。因為我用呢個試假設啦嚇，真係會對非本地醫生造成一個侮辱嘅話，關今日嘅辯題咩事咧？我哋冇話過對國際醫療界或者係對非本地醫生利大於弊啊嘛，所以啊。假設香港政府決定做乜政策，結果導致到傷害到人哋嘅愛國人嘅感情，關香港社會咩事？即係當然可能關事，但係你要講，你要花多啲唇舌去講個因果關係啦。但係直接嚟睇嘅話，我唔覺得有關係。即係假設嗰個個人公開大學最後係啦我好殘忍咁樣拒絕咗黃教授嘅申請，黃教授本人好唔開心，但係對於公開大學嘅師生同埋學生有冇利大於弊呢？唔知你要講呢個直接影響到就係今日正方同埋反方嘅結辯尤其是正方嘅結辯，正方結辯好聰明你嘗試直指我哋三位老師嘅心你勾起我哋嘅回憶，你話如果老師去其他大學嗰度見工，然之後佢又俾份試你考嘅話咧，係咪會好傷你心咧？正常嚟講咧，真係會攻擊到我哋嘅心會真係會有嗰個嘅觸動，係咪啊？相對於積木嚟講話，我哋應該好啦，我應該冇咗啲童年嘅記憶，可能唔記得咗，可能冇咁觸動係咪啊？但係呢個係直接觸動到我哋嘅，本來係好好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你忽略咗香港社會所以如果我用冷靜嘅角度嚟睇嘅咧，對唔住你呢一個嘅策略唔係咁 work 咯，唔係咁得好啦，咁既然係香港社會，咁我哋已經傾啲乜嘢啊？點解唔從或者要數利大於弊，數利嘅有幾多，弊嘅有幾多，而唔係淨係攞住一兩個點去拗啊？仲可以睇唔同嘅利益相關方嘅。有冇諗過而家香港嘅社會，亦即係話老百姓，我同你冇醫學知識嘅人，可能係同學擦傷咗隻腳，可能係某一個人，我同你或者我哋嘅親人病咗啦，我哋又點諗呢？當我知道原來香港而家容許佢哋有咁多免試嘅醫生，非本地嘅醫生嚟執業，到我會覺得點樣？本來要考試㗎嘛，而家要取消佢啊嘛。作為冇醫學知識嘅你同我當啦唔好意思我姑且咁講啦，一般普羅大眾冇乜專業嘅醫學知識嘅普羅大眾，我哋有乜嘢觀感？我哋有冇資格去決定呢個試考唔考同你班醫生嘅質素、醫療質素嗰個因果關係？我哋冇㗎嘛。只有專家。今日你哋要成立嘅話就係話，對於專家嚟講，
佢哋可能會知道啊，其實呢啲試冇乜用嘅啫，我對個試好熟悉嘅，我知道冇用嘅啦，唔好考嗰啲嘢啦。喂，你係專家就得，但係如果老百姓嘅話咧，你真係街邊捉棋嗰啲阿伯阿叔啊咁樣，你同佢講啊，佢有冇咁嘅信心？佢會唔會相信你？好大嘅問號。所以仲有咧，本地嘅醫科生咧，我好似冇乜聽到今日討論到呢樣嘢。即係如果在座有醫科生嘅話，你覺得點樣？你咪多咗競爭咯。咁你係咪香港社會一份子啊？咁係利定弊啊？講完係咪啊？仲有喎，點解我哋調翻轉啊？點解我哋要多啲所謂放寬啊嚇，放寬個門檻，我哋要多啲非本地嘅醫生啊？點解唔做？香港而家個政策就係咁樣嘅咯。我哋要吸引專才、海外專才啊嘛。我哋要重視香港嘅非華語嘅市民啊嘛。香港有好多人其實佢廣東話唔得嘅，但係佢係香港人，佢喺香港出世嘅喎。不過佢講烏都語，佢講 Tagalog，佢講其他嘅語言嘅喎。我哋要照顧佢㗎。你睇而家香港政府嗰啲廣告都多咗好多呢啲嘅語言啊，我哋都要照顧佢㗎嘛。你喺香港本地訓練出嚟嘅醫生，照唔照顧得到佢哋呢？係咪正正因為咁樣，所以我哋就係要需要吸引一啲，譬如話南亞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非本地醫生，咁樣去迎合呢個即係個整個嘅香港嘅趨勢呢？咁呢個係好事嚟㗎嘛？其實有等於個幫緊正方，係咪啊？即係正反方都可以有好多位可以打，咁但係你好多可以數㗎，數得到嘅嗰啲利長弊處，但係我聽唔到啊，完全冇數字啊，冇比較到。即係市民信心，而家嘅海外專才嘅政策，同埋即係本地非華語嘅人士嘅心態啊，再加上本地嘅醫科生，即係如此種種都係應該係你哋要打嘅位咯。咁我期望即係可以喺呢度再做得好啲。其實好簡單啫嘛，點解可以知道咁多嘢咧？其實大家準備呢個辯題有1個星期嘅時間㗎嘛，係咪？點解唔善用嘅 AI 咧？我頭先坐喺呢度等何博士嘅時候，我即刻反正都有時間㗎啦。我同何博士一樣，都係我唔做第9個辯論者㗎，我都係即場先去睇題目㗎啫，我先即場先思考嘅。咁我橫掂都等啦，等幾分鐘咁咪用 AI 去揾啊嘛，2分鐘已經將我頭先所講嘅嘢直接寫出嚟，點解唔敢做？係咪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善用，我唔係叫你照抄，但係即係呢啲論點啊，呢啲嘅角度啊，即係所以因為過往嚟講，一都係。最近香港好多大學嘅辯論賽都係一個角度太少啊！呢個係咩辯題都係來去都係全場都係一個角度，所以見到後場我都唔寫唔做筆記，因為一樣嘅啫嘛。你講嚟講去咪又係嗰個試難，應唔應該考試，用到啲咩新嘢咧？係嘛？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比較遺憾呢件事。OK， 好啊。同埋最後嗰句就係發言嗰陣時候咧，要善用嗰個試咪環節，你哋今日講得比較少，比較簡單，講多啲啦。因為咧人真係咁樣嘅，呢個咁樣嘅機器講嘢個機器啊，有時真係你唔warm up，你唔熱身嘅話咧，就好容易食螺絲。今日有好多嘅食螺絲嘅位，譬如反方講咗3文2語，唔啱噶嘛，2文3語邊有3文2語？香港政策啊嘛，係咪？又或者係發音啦，有時係口窒窒啦，因為你講嗰啲病嗰啲名咧好專業啊，其實你自己講下你自己都食螺絲，係嘛？咁同埋有一個係庸醫講咗庸醫咁一個啫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此種種都係啦所以導致都同發音有關嘅，有時即係你行醫同埋行醫嘅問題，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因為你熱身唔夠所以好容易食螺絲。所以應該要善用呢個嘅試咪嘅環節。咁唔好意思啊，我覺得都係色彩都係有啲批評嘅感覺，唔好意思。但係我諗就係希望可以透過今日嘅經驗俾大家知道，真係一個字一言以蔽之就係多角度、多辯位，唔好再係全場攞住一件事係咁翻嚟覆去咁冇意思嘅咁樣，好唔好？我講到呢度，唔好意思啊。多謝各位評判嘅意見。
多謝各位評判今日撥冗出席，現在有請基金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富暢先生代表賽會致信紀念品與幾位評判。首先有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中文科普課程代課程總監暨高級講師何偉慈博士。最後有請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講師黃偉雄教授。最後有請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耀榮博士。多謝咁多位評判，以後會為大家宣佈賽果。首先係宣佈今場比賽嘅最佳辯論員。今場比賽最佳辯論員為反方嶺南大學二副林偉成同學。恭喜林同學！所有初賽至總賽最佳辯論員獎項將於總決賽暨頒獎典禮當日頒發。以後會為大家宣佈今日比賽結果。今日辯題係香港面試引入非本地醫生對香港社會利大於弊。正方香港恒生大學對反方嶺南大學，結果係1-2，由反方嶺南大學勝出。今日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多謝咁多位。最後有請各位評判及雙方辯員到台前影張大合照。